肉炫给你，炫给你。开学校，微笑哎。太热了。我就现在出来的。明天降温了，29度。下雨最好噻，晚点看。看天不也下雨？下晚一点。对啊，就他们两个最专业的。对啊。你四川一个是？可以嘞。他也跳得好。不是，我是学体育的。你也行。他学舞蹈的，他的那个他是5.5在那个滚手术的。他是他那个是。他听了声音，他知道。哦，一分半，一分。两个最专业的，两个专业级的。多往前倒一点点，有点准备时间哈。文件华山豆。看一下。2分45秒。这是他做过的新的那个。2分45秒，2分45秒。这我们没了吗？我们在我穿2分走5楼吧。2分45秒。他应该走5楼。王木啊。王八姐，2分45秒。哦，王木那个是约翰嘛？刚刚走。我从哪嘛？你再回我就245在这。我们俩他今天约我上节目，然后我来了，我们俩一起看完这个走了，哎呀，调，重新来一遍。再调到2分。然后他跟那个另外一个女孩他们俩走。重新来一次，白马姐。2分40秒吧。好了，快，真的哈。
我也跳过，都跳过。我说后面还慢，更慢一段。That's nice.你有这个吧？今天我继续唱。两个面是别人的。我们这有我们的第三个，可以吧？飞起来啊！别飞太远了哈，尽量在原地。版本不一样，跳编舞不一样。这是舞女服务中心的，武馆的就是。啊，都这行了，边是武都行了，馆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就是那样的，女生就是这样子的。女生就是抬手的那个，对，男生单手嘛，这样啊，两个都是单手。这是一会儿给我装的吧？后面一段。跳两个，再跳一个。我跟走了，我跟走了。你看到啊？你看到？我不是这样吗？不是这样吗？没看到，你没来啊？来，这个上来，操着。来徒步运动，预备起。
边。在哪？挑水去直接录吧，直接录啊！直接开什么？他也不说。直接录啊，反正调得很好。哎呦，你们知道在跳水的吗？真的是应该高兴。看到三兄弟。开心一点。哇，我操！谁没事？他这个不协调了。哎，先放啊。我叫曲奇，左边手机，右边曲奇，右边分支。要收一个。哎，你要吃，出去的。吃嘛，我们这前两天我们去的那个半山鱼，昨天前天。昨天还是可以的，没得吧？他都已经到家了，拿去了。他那个寓所。都上家了。昨天上。坐飞机的吧？坐飞机来的。哎呀，喝完吗？